大家好啊，歡迎收聽奶茶鴛鴦資訊頻道啊。收到消息咧，就話2030年世界盃有機會擴展到64隊咁多啊。件事就係國際足協咧，昨日6號啊，深夜探討咗2030年嘅世界盃參賽隊伍由明年嘅48隊進一步擴充到64隊啊。因為呢一樣嘢其實就為咗想慶祝世界盃100週年啦。國際足協發言人就強調未有決定嘅，但係只是按義務研究成員提出嘅建議啊。但係紐約時報引述知情者就係話啦，國際足協呢個因芬天奴就表示增加隊伍嘅建議係好有趣咁樣喎。有冇趣我真係唔知啊，要問翻佢先知啦。另外2030年嘅世界盃咧係由西班牙啦、葡萄牙、摩洛哥合辦嘅喎。但係首3場賽事就會響阿根廷啦、烏拉圭啦同埋巴拉圭咁舉行嘅喎，以紀念1930年世界盃啊。國際足協周三5號咁召開會議啦。據報烏拉圭足總嘅主席阿朗素嗰個會議嘅尾段提出2030年嘅世界盃咧應該就可以增加到64隊賽事咁樣喎。當時席間呢就一片沉默啦。但係因芬天奴就表示建議其實就幾有趣咁樣咯。可以進一步咁樣去探討嘅。其實2026年即係下一年嚟緊嘅世界盃目前係32隊，其實已經增加到48隊噶咯喎。其實比數即係比賽嘅數咧，由2022年嘅卡塔爾世界盃嘅64場，已經大增到104場咁多噶啦。假如2030年嘅世界盃真係擴充到64隊咁嘅話咧，到期時即係比賽嗰個數目增加到128場啊。當然對籌備基建運輸嘅壓力將會大增咧，亦都需要更多時間先可以進入呢個決賽啊。當然對各大嘅州份嚟講咧，世界盃嘅外圍賽就變得欠缺意義咁樣啦。係啦，當然點解會咁樣做呢？其實引述翻呢個紐約時報就係話，國際足協傾向增加隊伍嘅數目咧，就係為咗提高嗰個利益啦。唔使講都知啦，梗係提高個利益啦。並且鼓勵更多國家參與足球運動啊，但未有最終嘅決定。當然講就講話推動多啲足球嘅活動，但係其實應該就係牟利多啲咯。但係國際足協發言人證實接獲增加2030年度世界盃參加隊伍嘅建議啊。最後其實聲稱咧嗰個建議係在美會度先講出嚟嘅啫。佢講到啦，與其他唔同嘅類型議題都會提出嘅。足協咧其實就有責任去研究每一個提出嘅方案咁樣咯。但係如果你問我有咩睇法咧，我覺得就有好有唔好咯。如果咧少啲隊伍咧就叫做緊湊啲精彩啲咯。多啲隊伍就叫做某啲大國咧就有機會進入咯。尤其是啲亞洲方面嗰啲大國啦。當然大家明嘅或者都知嘅。日本、韓國嗰啲不嬲都打到入去噶啦。我國咁強大如果60幾隊咁樣咧就有機會叫做打咗入去咯，都叫做好嘅開始嘅。你問我當然有辣有唔辣啦，都係嗰句啦。中意我呢條片嘅記住俾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啦，有你嘅支持我先會行得更遠嘅。我係奶茶鴛鴦資訊頻道，拜拜各位。